好手看顾阮一礼拜的生活。即个伫信息领导阮到庆典，透过信华伫国西，带领兄弟姊妹来敬拜主，用你的心来帮助扶持阮每一个人。阮每一遍的好师，拢是对主信心的操练。每一遍的操练，阮搁较主搁较近我。阮从今仔日对头到尾的敬拜、祷告跟教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兄弟姊妹平安。啊，天气真炎热吼，安尼，互咱逐工拢汗流满面，还佫有礼拜早起，咱游园通伫遮有凉冷，或者会冷气，互咱伫遮敬拜，安尼较心较平静。来，咱来串联圣诗254首 A 调，254首 A 调，我认救主，无惊见笑。这条歌。伫中央的第3谱表的所在，请咱注意吼。迄个所在，当咱唱主旋律吼，唱了时阵，有一个男声会出来，男声就出来，男声出来会帮助咱较好进入吼。欢喜他尼，欢喜他尼，欢喜他尼加西，这个才注意啦吼。来，我紧咱练就知。来唱第一节。安尼知无？哦，知迄个所在接的所在接得好势。哦，男声有出来时阵，女声就知影当时该唱欢喜。吼，来，搁一遍第一节。我仍求主，无惊见笑，好他感情道理，好他。假使，咱过来看485首。主大恩惠，若施落伫我一生。咱来吟第1节甲第3节。来，请。主大恩惠，若施落伫我一生。我虽软弱，将变成做强命，心无惊吓，我靠救主的圣灵，为主干净，好他徛伫阵前，着好他真正，着好他真正，唱歌大声，着真正可拼命，照主的真理。让伊做困去，咱着斗为着生着真正第3节，心内歹待，我甘愿伊真拄起，
只有传播尊坛主圣旨，为主真理，随着誓言行义，相高临高祝福天天做天，祝福他亲切，祝福他亲切，唱歌大声，着真正可配命。教主的真理，让伊做根基，咱着好打，为着生着真正。拄啊遐迄个副歌的头前，献国临教，要互地变做天。好，请咱注意，请咱闭完心来礼拜。恁着学罗耶和华，耶和华的路步啊，恁着学罗。学罗耶和华的名，愿耶和华的名是学罗，对即时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耶和华的名是应该学罗的。咱来因信息，
信息第485首，主大恩惠若是落伫我一身。信息第485首，咱起立来吟全首。是落伫我意识，我虽然了将真将真，心无惊吓，我可求主的圣灵，为主干净，好他行得真真，着好他真真，着好他真真，唱我都写着真真，国背名。照主的真理，因做滚去，咱着达着真真，着真真，辛苦信心，甘愿献互我救主，将伊来面伊拢无挂虑，时时欢喜来为主做工久久，真重甲心。我无想别事，着好他真真，着好他真真，唱歌大声着真真，国背名，照主的真理，因做滚去，咱着好他地的心着真真，心内想，我甘愿意真拄去。只有全有尊咱主心之意，为主真理，随着死也袂惊伊，因果临到就地变做天，着好他真真，着好他真真，唱歌大声着真真，国背名，照主的真理。伊做滚去，咱着他下的心着真真。阿门。这时，咱由阮徛咧，因咱来检查新的界面。你着真心、真意、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以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尽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来交读课英文，课英文第29篇。课英文第29篇，就是诗篇第146篇。我来刻恁来印。恁着学罗耶和华，我的心啊，你着学罗耶和华。我一心要学罗耶和华。我要我的时要唱我学罗我的上帝。恁无伫我靠君王，无伫我靠世间人。恁一点仔袂帮咱。伊一下断去就归途。伊所计划的，迄日就消灭。有阿个的上帝做伊的帮站。仰望伊的上帝，耶和华的即个人福气。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伊保守生息到永远。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手术正面，互耶和华的。耶和华讨放受冤家的。耶和华开
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耶和华疼惜义人，耶和华保护厝外人，扶持孤儿寡妇。道歹人的道路，互伊关挑。耶和华要做王到永远，圣安啊，你的上帝要做王到万代。恁着学老耶和华。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献上阮的学老甲赞美，恳求你的信心，只是临到你的圣殿，互阮的心灵得到医治。主啊，阮亲向你，你配伫所有的荣耀，你为着疼，道成着身，受苦悲命。你的死救阮脱离黑暗的权势，无搁受罪恶的捆绑，互阮得到真正的自由。主啊，伫即个黑暗的世间，阮看到战争、疫情伫即个世间最大，恳求你显明你的大能，互疼甲和平临到即个世间，互人甲人会当彼此相疼。主啊，阮学老你。因为你做阮随时的防站甲避难所，我靠你的人拢是有福的。阮要尊重你的性命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学老，圣歌队尾学老的诗歌是信靠上帝。
这是咱来看圣经。今日的圣经记载伫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到第7节。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到第7节。信就是所仰望的实在，甲未看见的事的凭准。因为伫即个就古早人有得着干净，对信，咱知遮个世界是对上帝的话来做成。安尼所看见的，毋是对会看见的来成。对信，阿别献祭互上帝，比该阮较好。对安尼得着干净，就是上帝看伊的礼物来做干净。搁对即个信，伊死了还伫讲话。对信，因若受牵煞，直到无见着死，人找伊袂着，因为上帝牵煞伊是袂牵煞的大神，有得着干净，伊互上帝欢喜。即使无信，就袂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的确信伊有。也是报赏遐会求伊的人，对信，若伫未看见的事，已经得着灭世，就敬畏来避办大船，救伊的家眷。对安尼来定世间的罪，搁得着信者较神的义。今天是何堂礼拜，我用华语再读一次哦。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古人因着这信获得了赞许。因着信，我们知道这宇宙是借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看得见的是从看不见的造出来的。因着信，亚伯献祭给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获得了赞许为义人。上帝亲自悦纳了他的礼物。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在说话。因着信，以诺被接去，得以不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上帝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以讨得上帝的喜悦而蒙赞许。没有信，就不能讨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并且信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因着信，挪亚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造了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借此他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正道，今天要正道的题目是信心的操练。我们将时间交给一节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就安尼看，无就安尼看吼，咱看咱小可时代吼，我的老拢带因来，无就讲真欢喜。因对信仰是遮尔刻薄，诚做咱真大的学习。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伫大世代。透过因为信，互阮无管拄着什么困难，阮有迄个极大对未来的盼望。愿主你的话亲自降临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互阮知影，上帝，互阮伫世间拢有，互阮有呼召，阮有一个使命，要来完成，帮助阮。帮助阮把握上帝赏赐的每一天，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信心是希伯来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尤其在保罗所处的那个不义的一个世代，基督徒常常陷入宗教上的一个逼迫，他们常常遭遇许多的苦难，甚至是死亡的威胁。如何坚持下去，持守所信的道，这个道就是基督。其实对那世代的信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俗话说：“
大难临头，人如鸟，怎么样？各自飞啊！在21世纪的台湾，在信仰上所面对的挑战，和2000多年前的处境差异很大。现在已经很少听到有人因为信仰受逼迫，甚至怎么样要殉道的。目前台湾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度，但如今的信仰的挑战是来自于这世界多元资讯全面的利诱者信徒啊，让基督徒成为什么半吊子的基督徒，让其对这个信仰不冷也不热。其实是比2000年的遭遇，我牧师觉得那个是更恐怖啊！他想要让很多的现代基督徒成为挂名的基督徒，这个是魔鬼撒旦常用的计谋。我们看了许多的教会，很多的信徒不懂得负担肢体彼此间的责任，承担苦难，学习彼此相爱，追求真理，反学了世俗的潮流，期待速成的。就好像我们这样网络手机打一个，希望20分钟，麦当劳就送过来，20分钟我叫的炸鸡就过来，速成的，期待速成的生命的价值观。我们所谓的成功神学，着重于外在丰盛的追求，神机医治错误的迷失当中，还洋洋得意，在教会里面吃喝玩乐，却不知道离基督真正基督信仰已经越来越远，基督的那个光已经离现在很多的基督徒越来越远，使有的教会渐渐成为俱乐部型的教会，而信徒就仿佛挂着基督招牌里面的一个会员，因为有按时缴交会费，来到教会里面一定要冷气开好，像大家这样坐着。我听说有的教会那个椅子很像电影院的椅子，坐了就很好睡觉，就要享受一个会费。但是2000多年前和现在唯一碰到相同的问题是，一样都是一个混乱的一个时代。属灵的征战从来没有停止过，不减反增。大环境对基督徒的挑战依然是大的。我们不要学的现在是宗教自由，宗教自由其实对我们的大环境的基督徒的挑战依然是大的。所以信心的操练，对基督有信心这个操练，这信心的操练就越来越重要啊。那我们要问，信心到底是什么？看得见吗？又该如何来操练？信心可以好像水果摊上面的水果，我们能称斤论两吗？记得牧师有一次在社区关怀据点，问那些长辈问题：来咱的社区参加活动合适好不？大家讲感觉真好，因为在这个社区，他们感受到我们很多的爱。牧师就问因：恁对未来有信心无？长辈回答说：有。那牧师就接着问：那信心是什么？看得到吗？那个长辈就愣住了。长辈笑一笑，一时也回答不出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来看看信心到底是什么。希伯来书11章1到3节。只要是当一阵子的基督徒都知道，谈论信心是大家最熟悉的一段经文。希伯来书11章1到3节。翻到我们来一起来读下面的华语，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年轻人，我们一起来读来信。
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看得见的是从看不见的造出来。好，到这边。看得到的是从看不见的造出来的。眼见为凭是人自然惯性的反射。我们对于不了解或者是无法探索的领域，其实我们内心常常存着一个怀疑的态度，问号，好像是好，看起来好像也是没有错。我们看到才相信，看到我们才相信。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看到的都不是全貌，就像你们看到了这个花，跟牧师看的是不一样的。你们是看到它正面，我是看到它后面。我以为是全貌，不是。你们看了以为是全貌，也不是。就是福音书中跟随耶稣多年，见证耶稣行许多神迹奇事，耶稣医病赶鬼，那些门徒一样有许多的疑问。当复活的主耶稣对门徒显现的时候，门徒非常的惊讶，门徒就去告诉一个多马，因为多马另外一个门徒，他当时人不在现场，门徒就说：“多马，我们已经看见主耶稣了。”多马怎么来回答这些门徒呢？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而且用我的手指头来插入那个钉痕，另外再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骨，否则我绝不相信。大家有听到什么？好多的以我为出发点，除非我。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11章6节，来，大家一起来看11章6节。牧师来读11章6节这么说：没有信就不能讨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并且信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我们知道，不管自古到今，以色列的信仰群体，上帝的子民，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的历史告诉我们，人因着我们的始祖亚当，他那个罪，人内心总是充满的骄傲，很难信，真歹信。因为信是需要放手跟交托，信是需要离开你原本的舒适圈。无法放手，是因为我们这个自己常常有许多的盘算。就如多马，如果以我们今天来看，多马是一个很有科学精神，他要追根究底啊。但他的态度是骄傲的，除非我看到、摸到、碰到，看似是很合理的查验，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想当上帝，想要主导一切，不是吗？我们一起再来读今天最后的另外3段经文，第4节跟第5节，然后第7节，第4节、第5节跟第7节。好，来，请。因着信，亚伯献祭给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获得了赞许为义人，上帝亲自悦纳了他的礼物。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在说话。因着信，以诺被接去，得以不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上帝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讨得上帝的喜悦而蒙赞许。来，第7节来，因着信，挪亚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造了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借此他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跟着新眼光的进度，如果在跑的话，这2天就是读到希伯来书11章
这几节的经文。从希伯来书11章8到40节，神预备了许多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对我们说话。我不晓得你读的时候感觉怎么样？牧师读的时候，就是一边读，内心越来越激动，更充满的一个盼望。耶稣有说，人一定会遭遇到苦难，我们人也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但是这些信仰的伟人，他们这些前辈的见证，他们如何的忍耐，他们鼓励了历世历代的信徒，也鼓励了我们现在的我们，持续来坚守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在讲有没有信心，这个信是指什么？是指未来，而不是此时此刻。看到了，看到就不用讲信心了，更不是指过去。所以我们此时看得到，过去什么？过去已经消失了。我们都知道7、8月都是国家考试啊，学生，当我们问一个人你考试有没有信心，我们问的时候是事情考试还没发生的时候。但是这个信心会帮助他对将来考试都有一个盼望。我想，如果对考试没有盼望的人，他就不会去考啊。一节牧师的爸爸最近去考机车驾照，82岁去考机车驾照。大家都知道超过70岁是不是？70岁以后每3年考一次，每3年考一次，很严格哦。我早上来问茂兰兄茂兰兄他说他今年到期没要去考啊，没去考啊。他看你的视力还有看你有没有老人痴呆症哦，还有看你的四肢整个考得很严格哦。那个考官就给你看一个东西，看几个东西，看完之后就叫你去10分钟再回来，看你还记不记得。他前2天给我们看考过了，考过了所以我们如果之前问我上次回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这一阵子会考。我问他有没有信心，他说他很有信心。所以我们常在想，信心是讲未来的事情，而不是单单专注于在我们现在肉眼可看到的一个现在。因为如果我们肉眼可看到的现在的现在，就代表是全部的话，你有没有觉得很恐怖？还是觉得很好？哇，我现在看到了很好，我现在的工作也不错，我现在的有很多的不动产孩子什么都很好。可是如果面对那些逼迫、艰难、在病痛当中的人，甚至有一些人他天生的身体，出生的时候他的身体就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好像我们在场的，我们有几个眼睛比较看不见的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是后天的，或者上次我们有一些看不见的那些年轻的朋友，或者我们台湾基督长教会有一个手语的牧师，耳聋，那他不能，他听不到，等等的罕见疾病，那这些人是不是很凄惨呢？那上帝要他们来世上就没有意义吗？我想应该不是的。而基督教所谈的信，和刚刚牧师一开始举例问社区长辈回答有没有信心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我在之前问我爸爸有没有信心，那个是不一样的。因为世人所谓的信心，大部分都是从过去累积到现在的知识、成功经验，而去推敲未来有没有信心复制。在5月的时候，我回去，我爸爸他觉得他的身体可以啊，他感觉他那阵身躯袂歹，我7月份来考应该是没问题。他是用他过去，他现在觉得他那个。我们的信心常常是用我们过去累积的，或者是来对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个自信，或者是依靠某一些的事物，而让我们有信心啊。有一些人的信，可能是依靠子女，或者是依靠什么父母嘛。讲说靠爸族的，他其实根本不用做什么。
年轻他就开了跑车，爸爸是他的依靠啊。或者是养儿防老，以前孩子是我的依靠。或者是考试分数的排名是他的信心来源，甚至职场上面的地位、收入、所拥有的财富、不动产、金钱，也常常成为人信心的来源了。而我们看到这些圣经中如云彩般的这些见证人，他们的信心的来源是连结于上帝啊。这个和世人的信是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他们透过认识上帝，他们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上帝是生命的源头，上帝是创造的主，他会有审判。但是他也认识了上帝是拯救的上帝，上帝是怜悯的上帝，他对持续求告他的人，他有坚定不变的爱，上帝不会放弃我们。简单来说，其实不管是我们人或基督徒，我们其实软弱，好像那个小绵羊一样。我们的信心的来源是上帝。当我们与耶稣有亲密的关系，当我们愿意学习耶稣的模样的时候，首先我们就会渐渐明了一件事情，明了我们生命存在的意义，进而你一定要先知道生命的意义，你进而对未来才会有信心啊。同理得证，对基督的信心其实是可以操练的。没有一个人一开始就是从小在教会当基督徒长大，不是一开始就会有信心。对基督有信心，也跟你年纪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当人与上帝这个垂直面有关系的时候，我们这个水平面跟人事物，我们跟世界的关系也会更不一样。如当我们领受了呼召、决志、受洗，成为基督徒开始，但是按照人的本性啊，按照那人的本性啊，我们对于不喜欢的人事物，或者是不擅长做的事情，我们都会选择怎么样？逃避，选择逃避。但如今因为怎么样？我们爱上帝，我们爱耶稣，我们开始会来做调整。而这个力量是来自于我们对上帝的信啊，咱对上帝的信。因为我们信什么？我们知道，因为我刚刚讲认识，我们信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上帝是什么？是怜悯的上帝。因为当我们不再依靠自己以及这个世界来信靠上帝，我们属灵的眼睛才会被打开啊。其实有很多的基督徒，他的属灵的眼睛从来没有被打开过。分享见证，我那我怎么见证？我没见证。其实我们的生命天天在被主耶稣触摸，我们天天其实都可以讲很多的见证。我们的属灵眼睛将被打开，因为我们会渐渐明了一些事情。对比世界给我们是一个脆弱的应许跟保证啊。这个世界能够给我们的应许跟保证是很脆弱的。我们在新闻常看到哪一个地方又被火烧了，死了好几个人，财产那个，甚至哪一个人一夕破产了，其实不可能一夕破产，那个都会有原因的。甚至我们会遭受很多无常，那个人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就走了呢？怎么就得到癌症呢？以赛亚书里面说，人如花又草，似草一样。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很有限的，人活着，其实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有更深远的生命的意义，要我们去追求。我们活着不单单只是吃喝玩乐，上帝对在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甚至你不认识上帝的，其实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给我们的使命要去追求。就好像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因着信，他们看清了一些事情。首先，他们看清什么？他们明了人在世上不过是客旅寄居。那人来这个世间就是人客啊，那样。客旅寄居是什么？明天开始，弟兄姐妹还有11天看不到2位牧师，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很想念我们也请你们为我们代祷。但是我们就好像要回金门，好像是回故乡，又好像是去那边旅游，因为我们11天之后，我们又回来建城。在暑假的期间，有很多弟兄姐妹现在都在日本玩赵明他们一家也是日本要玩11天，那个就是暑假去旅行嘛。但是我们知道，过几个礼拜他们就回来。念之他们一家到加拿大，我们知道过一阵他们就回来。那我们这边也有看到翁哥的妹妹，他们是从美国回来，时间到了，可能他们又会回美国。因着信，这些云彩般他们知道，我们在地上，其实我们也是来旅行的。我们不会永远在这边，所以他们追求天上的，他们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更美更美的一个家乡啊。当知道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的态度会改变。我们会做一个敬畏上帝、爱人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随时会回天家，因为我们是盼的那个天家，我们不是在地上。这几天义杰牧师也跟我们同学在讨论一些事情因为很多巨型的教会的主任牧师都发生很多性骚扰的问题，不管在美国、在台湾，然后很多在强调那个有的牧师在做见证，他说：“因为我把车给了哪一个人，上帝给我一部更好的车。”很多人都很喜欢听这样的一个讲道，很多人都很喜欢有神迹奇事。我跟我同学在分享，如果这个基督的信仰只是让我们在世上看到什么，要拥有这些东西，这个信仰我不信。我何必坚持要来信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们信的是一个有更美的一个那个永生的一个盼望。我们人在世上其实也不过70-80年。你能拥有多少？你一天晚上你能睡2张床吗？你也不行嘛。你有房子再多，你也只能睡一个地方而已嘛。我们会调整我们会更敬畏上帝，我们会去帮助穷人，我们会不再只是看看自己的好处，我们教会会成为一个行善的一个教会。我们的关怀据点放暑假了，但是他们没有停止。昨天，监会长老带了几个同工去探望没有来据点的长辈。为什么？因为他们年纪大了，90几岁了，他们没办法来到教会了。我们就利用寒暑假的时候，他们去探望这个人。他们可以不用去，没有人要求他们去。但是因着信驱动了他们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把基督的爱带给以前曾经来过教会的这些长者们，他们都好开心哦，好开心。因着信，他们用这些如云彩般的这些见证人，因着信，他们用异于常人的坚韧的心，仰望奔跑耶稣的道路。他们轻看在世上所受的羞辱，以及要忍受十架的苦难。弟兄姐妹，生命如同一条朝圣的道路。真正的信心，不必常常去查验事情的发展，不是说我看了是不是
我才要相信。因为我们相信的是上帝自己啊，上帝其实也不用你去证明到底有没有这个，它存不存在。我们要相信时候到了，上帝必会成就。因为这个信的作为往往超越我们理性，超越人可想象的范围。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信，一节目是不可能站在这边，用人的想法，因为我自己的算计跟盘算，我不会想站在这边的，我不会想做传道人这样过传道人这样的一个日子。因为不止我的孩子会跟着影响。牧师讲一个笑话，昨天子爱他去大安森林公园旁边有一个图书馆，跟同学去看一个活动表演。他过程当中他说，我碰到小学同学，我就问他是深坑国小还是古亭国小还是日新国小的同学，因为他国小读了3所小学。他说前面2所我已经忘记了，因为都是不好的回忆。如果不是因着信，他们干嘛跟我们牧家一起受苦？所以因着信，我们常常会超越理性，超越我们可以理想的一个范围。建成教会最近失去了2位敬虔的长辈，上个礼拜文和长老在祷告的时候也有讲到，我们非常的不舍。金子姐与静茹姐，金子姐是我们教会100岁的大姐，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不熟悉。那天有人去参加，也大部分的人因为在周间，很多人都没去参加。按故人业力记载，他从年轻的时候就从日本跟着夫婿来台湾。牧师算一下那个时间，大概是台湾光复很苦的一个时代啊。他协助先生创立了诊所，相夫教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我想不管语言、生活习惯，都是要很强的适应，是很不容易的。我记得我民国70几年从金门来台湾的时候，虽然我们语言相通，但是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啊。我那时候来台北，我真的走路都会害怕，为什么？步调太快了，而且以前在金门没有红绿灯的啦，这边有红绿灯，我还不晓得到底红灯绿灯哪一个可以走。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其实哪有可能那么夸张？就是这么夸张。因为在那个年代资讯，我想在他不管语言习惯都要学习。但是感谢主，因着信基督啊，他来到建成这属灵的大家庭，帮助了他，展现了生命的韧性，也帮助了他们这个家族关关难过关关过。静茹姐是大家比较熟悉认识的，她的夫婿道伯兄今天在外劳的陪同也来到我们当中。2位女儿，有4位女儿，2位女儿固定在建成教会聚会。玲玲在诗班服侍，英英是教会20年的干事。2人都传承了母亲很美好的一个信仰。牧师在告别式上面有说，道伯兄跟静茹姐他们的结合让人很羡慕，他们的年轻真的是高又帅啊，一个帅一个美。我想每个人年轻时候都很帅很美啊。可是在结婚多年之后，道伯兄因为失明，全家陷入天人交战的一个环境，家中的大的支柱倒了，在人肉体的眼目来看，是一片的黑暗啊！这个家还有希望吗？更按照传统民间的想法，他们这个家一定被咒诅了，没安太岁，还是刷掉。但是感谢主，因着信基督，带领静茹姐他们一家、道伯兄他们走过高山低谷啊。
基督姐常常用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来勉励他们的孩子们。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啊！我想要讲出这样的话，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他一定经过生命的淬炼。那个，请他出去，请他出去，龙兄，请他出去一下。好，这样不要讲话就好了。就好像刚刚牧师讲的那个，因着信，我们要有多少的坚韧？那些云彩般的信仰的前辈，他们是经过多少的坚韧、苦难，背了多少的十字架？金如姐也是经过多少生命的淬炼？我们可以想象，我想每个人在信仰旅程当中都有掉眼泪的时候，都一定有高山低谷。如果你的信仰都一帆风顺的话，牧师只能说感谢主。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有面对生离死别的那个苦难，那个是经过生命的淬炼所说出对上帝的一个信仰告白。我相信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情啊。因着信基督，他与上帝同工，让原本咒诅的一个生命，活出了色彩的生命。牧师那天又讲，他没有被打倒，他们5金的生意继续做。大伯兄开始学按摩，他学了很多的才艺，还上电视台，而且他还玩的去世界各国去旅游。我那一天在社区在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小段，我讲到一个点的时候，社区有人哭了。哪一小段？因为道伯兄喜欢跑步，静茹姐竟然2个手绑起来，陪着他去跑。我才这样讲，我不知道社区他触动到的是什么，有2个大哭啊！因着信，他们是这样的一个相爱。因着信，让看起来好像是咒诅的一个生命，成为化妆祝福的生命，在这个家里面。静茹姐跟那些云彩般的见证人一样，他们如今虽然死了，却因着这个信，仍旧在对我们现在的说话。告别式那一天，很多我们教会很多人能去，因为在礼拜六。大概有1半人都去了，很多人在那一天，牧师在分享的时候，很多人是在哭。我们一同在见证什么？见证一个不得了过基督的一个生命。里面连，我想当场也有去，很多人根本不认识静茹姐。在牧师的正对面，我有看到宇翔执事的太太若愚。哇，我觉得她哭得比谁还严重。结束后，他有跟牧师讲，他听了他的生命故事，他好感动。基督姐虽然死了，他仍旧在用任何方式对我们讲话。一个人不会随便哭，一定被触动到，一定被圣灵在触动他，他才会哭。弟兄姐妹，对基督的信心是需要经过操练。而且这个操练是每时每刻警醒回应上帝的呼召的计划当中，我们都要操练。我们这个操练不是说像打篮球一样，我们现在没有在比赛了，像我们现在台湾的职篮，他们现在没比赛就放松去休息。可是基督徒信仰的操练是现在每时每刻，你只要还有活着一口气的，你都要操练，都要做见证。我们千万不能逃避。我们也不要怕困难，
我想了，金会他昨天带领那些人去，就是要给他特别挂钢体啦。你要早起，牧师知道他们9:40要去，牧师特别那时候把门打开，我不能跟他们一起去，但是我要让他们感受到，我牧师就送他们去。他们不怕，我们不能逃避困难，我们要只是想当个不冷不热的一个基督徒啊！很快的时间，2024已经过了一半了。因为上个礼拜牧师不在，6月24号，上个月6月24号是我们建成社教75周年。建成在这边已经75年了，许多我们的信仰前辈，黄六点牧师，以及建成培育出来的第一个牧师叶明翰牧师，以及过往建成许多的长老以及弟兄的姐妹，虽然他们已经死了，离开了我们，但是因着信基督，建成的信仰传承其实并没有中断，也陆陆续续有一些人加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而如今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勇于接受信心的操练了。我们通过上帝给建成的意象，成全众圣徒，万民皆祭司。牧师讲过，我不会强迫你们。我们应该在灵修祷告。你知道吗？我们最近又有一个弟兄在医院里面住院，是秀瑶的哥哥。其实这2天他的状况并不是很好，如果再下去可能要插管。我们有没有在祷告当中来纪念我们的长辈，纪念我们在苦难中的弟兄？我们有没有委身在服事里面，在彼此相爱当中，我们操练我们这些信心？7到9月的新眼光读经已经来了。7到9月有3个月的服事表也都出来了，这些记表出来了，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些服事的记表？反正就是记表而已嘛。你有没有放在心里面？你有第一去关心安排你服事的这事工无？咱有第一看上帝给咱建成教会这异象无？这个异象不是2个牧师自己编出来。那如何看重这个异象无？当我们有在看待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意象的时候，上帝也一样会怎样来看待我们？上个礼拜长职同工退休会，40个人在外面。那牧师看到许多的同工，他们将教会服事的担子担起来。让建成的爱依旧在继续发光发亮。牧师，谢谢你们，因为牧师回来一定会看我们的监视器。我不是要监视你们，牧师要看那一天到底有多少人来，哪些长辈有来，我要做记录。我有看到一幕很感动的，因为有人不晓得昨天上礼拜和堂在1点半要来做礼拜，他走到门口看到没有人，他想走了。我看到廖长老、阿环姐，他们就跑去把他拉进来。你至少把爱餐带走。虽然牧师长子不在，但是我看到同工们，这是之后整个把教会弄得很干净。信心的操练，我们都知道，上帝随时在看我们。愿上帝施恩赐予我们，在下半年里面，我们继续操练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在10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4年1度的长职改选，那个是很关心我们要显出上帝合一的长老跟执事来服侍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也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常常有许多的借口，
许多的逃避，许多的不相信，来逃避你对我们的计划，你对我们的呼召。也谢谢主，你是审判的上帝，你也是怜悯人的上帝。世上的花，你都一样疼；麻雀，你也一样爱它。何况按着你形象所造的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愿意常与我们同在，你也不放弃我们。透过许多如云彩般的见证人，继续对我们说话，继续来激励我们。愿我们在每时每刻依靠着你，不管在家里面，在职场上面，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继续操练我们对你的爱。因着信你，我们的生命将活出不一样的色彩。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咱来回应上帝的话，来因信息第254首 A 调，信息254首 A 调。我认救主无惊见笑，咱起立来因全首。天。
所以咱来奉献。咱今日来因奉献诗歌。请坐。这是来进行公道。咱公道的事项记在旧簿内底，咱来看公道的事项。第一点，愿真理的圣灵保守引带囡仔受上帝敬儿，无论环境安怎，拢会当操练对基督的信心。第二，为集体，陈王兰、洪甘之、陈德明、刘秋敏、庄宝玉、陈丽水、刘淑珍、谢丽慧、赖胜雄、胡艺梅、杜昭、陈秀荣、许章美、郭仁吉、林文成、林以诺、刘慧忠、李碧莲、张宏龙、李雅娜、陈怡君、郭道博、陈周健、杨志坚，为我们的肢体祷告。第三，为暑期儿少青营会的筹备完善来祷告。第四，愿主保守带领台湾府会及各政党能竭力同心面对并改善政治、经济、内政、外交等困境。这是咱大家同心来祈祷。
亲爱阿爸爸上帝，阮过一摆来到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愿你固守教会脚步，互阮所行的拢合你的心意。也恳求你看顾教会中年岁较大、甲身躯病痛的兄弟，恳求你将你的平安放伫因的心内。但即时，阮也要因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信，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死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报告。本主日，知美牧师去李春生纪念教会主持圣礼典临时会员协会，因李春生教会要终止改选。第二，本堂申请的神学生黄胜祥，对本主日开始实习到明年5月，愿主来保守。第三，今日是合堂礼拜。主礼爱餐了后，要进行全教会大扫除。扫除的区域分配公布在1楼的公布栏，以及各团契的赖群组，请各团契会长率领契友一同进行该负责区域的扫除工作。第四，本主日礼拜结束后，召开主日教完会议。请儿童主日学老师们取餐后尽快入席参与会议。他地点改到5楼哦，周报上面写1楼，他改到5楼。第五，这比较重要，为符合各资法的规范，凡来本会参与各种聚会者，请到1楼柜台签立个人资料提供告知暨同意书。同意书收集之后将上锁，妥善保存，请大家安心配合。第六，7月8号到18号，2位牧师安排年度休假。第七，近日教会空间使用，请留意下列时段：7月8号礼拜一，就是明天下午3点消防安检，下午4点教会消毒。7月9号礼拜二教会不开放，7月10号礼拜三上午教会要清洗水塔。第八，请各团契会计整理上半年度财务收支单据及账册，于7月14号将相关的资料交给干事，请转查账人员查账。第九，2024年第3季7到9月的新眼光读经手册已经送达，请到1楼招待桌自由索取。上引，咱来引信息第514首，搭配线会求助事号。上引了后，咱请牧师为咱祝祷，咱起立来引全首。搭配线会求助事号。互阮心中上快乐，大家家年亲爱互助，我以阮地主脚步，地主脚步，地主脚步，经过旷野主山路，人根宽平归主性命。总愿心志免惊兄，真理传播宝贝修行，是过为主做见证，做主见证，做主见证，无论多起做工地，教会运行对阮。
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甲扶持，咱对即时到永世代不尽。阿门。请坐。灭道必回。